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觉斯坦实行的所谓亲属关系政策，是指将汉人强行安置在维吾尔人家中，同吃同睡，强迫成为亲戚关系。如果有人对此不满或不接受，就将其送往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改造。据最新消息称，来访汉人亲戚不再是一人，而且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理直气壮地占据深入维吾尔人的隐私区域。对此 ATG 首席官喀什噶尔做出了强烈反应。中国抓住了近期经济崛起的机遇，继续镇压维吾尔人，使宗教信仰、人格进行揉踏，侵占财产，将所有男人都投入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逼迫女人与汉人结婚，破坏维吾尔人的种族纯洁性，呼吁全世界阻止中国政府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在哈萨克斯坦大学学习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觉斯坦维吾尔学生受到中国政府的威胁，要求他们既然是中国公民，那就该致力于中国共党。数千名学生以不同形式走向街头，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教育体系改革，教师也参加了抗议活动。在抗议教育体系改革的同时，为正在罢工的铁路工人进行了声援。阿尔多安总统回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阿夫林交给叙利亚政府军的声明说，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我们很清楚将阿夫林交还给谁。哈萨克斯坦政府允许为美军派驻阿富汗的非军事部队开放里海的2个港口。报道称，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包括罗曼底号导弹巡洋舰、阿利波克、巴尔科利、弗莱斯特谢尔曼和法拉戈特号导弹驱逐舰。加桑登纳姆和苏利文号导弹驱逐舰将于晚些时候加入地中海战斗群。